肺癌晚期。好冷啊！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秦导演，秦伟，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。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。秦伟，不好意思啊，吓了你了。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？拍一个葬礼吧，从筹备到完结。这些骨灰盒呢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一直到上万元不等。这个最贵，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。这也帮我打包吧，我要了。这么便宜啊？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？是止痛药。不舒服啊。肺癌晚期。下午陪我去北郊墓园吧，去拍拍我死后的栖息之地。给我起来！干什么你？起来！干什么你造孽呀！她是你谁啊？那是我姐，她跟我大姐是孪生姐妹。她很小的时候得过病毒性心肌炎，当初我父母就是为了收我，来陪父母。那不是送人，那是遗弃。儿子才是咱们家大姐最好的依靠。爸妈在吵什么呢？老二在哪儿的火不场长大的，他走了，我们和小伟都能过上舒心。想干嘛？我怕爸妈会崩溃，可以的话多陪陪他。对他们来讲，你这个儿子才是不可取代的。但我一想到在这个世界上，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孩，她就被自己亲生父母抛弃了。对不起，姐姐。该尽的义务我会尽的，会让他们好好活着，用我的方式。你们最爱的小儿子去世了，剩下的日子守着他的骨灰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吧。要是你们也死了，我会像你们当年抛弃我妹妹那样，把她的骨灰连同你们的一起撒到这儿的不是。你，我说到最后，我最想听到这声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我也没有资格替他原谅你们。